如果沒有焦慮，人和人之間不會產生連接，孤身作戰早就被那些動物野獸所吞并了。如果沒有疼痛，人類的醫學就不可能發展到這麼好，人的壽命就不可能這麼長。如果沒有悲傷，那麼喜悅又從何而來？我將來我希望我自己能當心理諮詢師，能給像我这麼大的孩子的一些幫助。我出院的時候，醫生告訴我，我們在這裡等你哦，未來的醫生同志。只剩下最後一段路，可是這段路好黑，比黑夜還要黑。但是，在這段無比黑暗的路後，是在隧道這頭亮起的一閃一閃的光。因為情緒你永遠無法抵抗它，這就像叛逆的孩子一樣，越是強勢的鎮壓，孩子的叛逆就越強烈。如果大家能喪一喪，我們是很推薦喪，也不可能喪一輩子，它可能是我自我調整的一個開端。不管這個世界怎麼對我，不知原諒什麼，成就世事我盡體原諒。我的人生絕對不可能是一場笑話。生病也沒有關係，不管是快樂也好，悲傷也好，心態要好。生活就是這麼痛苦的，它的意義就在於，儘管我經歷了痛苦，但是喜悅的那一瞬間，它的這個值可以完全覆蓋我前面痛苦，所以我存活。未來還是充滿憧憬的。喜怒哀樂悲恐驚，每一種情緒都是好的。